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，阿摩司书第9章第8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57节到6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兴。基督徒期待的救恩，就如同是出埃及记的记载，就是要拯救带领人脱离受苦艰难的状态，然后恢复到原来或是更好的一个状况。我们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是复兴或是恢复。阿摩司先知提到以色列人的罪，同时他也指出上帝是慈悲怜悯又不快生气的上帝。先知在阿摩司书第9章第8节到15节这样说道：我至高的上帝瞪着眼看着罪大恶极的以色列国，我要从地面把它除去，但是我不会把雅各的后代全都消灭。我要发命令把以色列人放进筛子里，在列国中筛，把败类全部筛掉。我的子民当中那些说苦难不至于临到我们的罪人，都要在刀剑下死亡。上主说，有一天我要重建大卫那破碎了的王国，我要修补他的城墙，我要重新建造，造得跟从前的完全一样，使以色列人能够征讨残存的以东人，收复属于我的失地。这话是要使这一切事成就的上帝说的。上主说，那日子快要到了，五谷生长，收割都来不及，葡萄成熟，酿酒都来不及。大山低流美酒，漫过了小山丘。我要领我的以色列民回归故土，他们要重建破坏的城市，永久住在那里。他们要重新开垦葡萄园，喝自己所酿的酒。他们要重新经营园圃，吃其中出产的果实。我要把我子民种植在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，他们绝不会再被人连根拔起。上主你们的上帝这样宣布了。上帝并应许那复兴的日子即将要到来，有罪的以色列人将要重建他们的家园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因为不相信孩子出生的应许，因此就成了哑巴，一直到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，将孩子取名为约翰之后，撒迦利亚才又恢复了他的声音。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要能够得到生命的复兴呢，就必须要先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正如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，路加福音第1章57节到66节，以利沙白分娩的日子到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见了主赐给他这样大的恩慈，就跟他一同欢喜。孩子出生满1星期，他们来为他行割礼，并想沿用他的父亲的名字，叫他撒迦利亚。可是他母亲说不行，他要叫约翰。
亲友对他说：“你亲族中并没有叫这名字的。”他们就向他父亲打了手势，问他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。撒迦利亚要了一块写字板，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。大家都非常的惊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撒迦利亚又能够说话了，他就开口颂赞上帝。邻居都很惊讶，这消息传遍了全犹太山区。听见的人都在想，这孩子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呢？因为显然有主的全能与他同在。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，瞧吧，上主是我的救主，我要信赖他，我不惧怕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，正如清水使干渴的人欢心。上帝